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阿群妹又会来同大家来收集新优质、新好看的展演，爱同大家来分享了。大家就伫好，特别是客家基金会，当年就会举办同道展演。一条展演呢，唔但唱有戏剧，还有音乐会哦。故说阿群妹今日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有一只按到思田音乐会，细细格格来分享今日节目底度有请到的来宾，是演力全方位音乐的林俊龙林老师分享。大家好，我是林俊龙，台湾全方位音乐的负责人以及拉纤人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执行长。好，分享撒哈了，是演力另外一位来宾，是演力拉纤人女生的洪老师分享。洪老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晴莹，大家好。好，分享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哈，其实两位呢都不是客家人，但是呢这一次很特别的，就参加了这个北市客基金会的这个征件的这个活动，而且就是办理了这个叫做思田音乐会。对，那它叫思田，两位应该都知道思田是什么意思吧？当初为什么会想要选这个名字呢？我很好奇。其实是因为就是我们在做整个征件计划，我们最主要是要做出版的这个部分，对，展演跟出版，将来就是会有3首新创的客家的儿童合唱会发行，对，那其中的一首歌就是石田，对，那但我们觉得它其实很有意义，就是播种啊、插秧啊，然后就是希望这个合唱的种子能够从小这样慢慢被发展起来。对。所以其实思田音乐会刚刚有提到，其实是有想要出版的。那整个计划的产生，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发展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是的，其实全方位音乐的总部是在日本的京都，它叫做 Pana Musica， 其实是全世界最大的合唱的音像跟乐谱的代理公司。对，那去年底呢，就是受到国家音乐厅的邀请呢，我们就是在国家音乐厅有一个新的驻店。那因为我本身是台湾人，对，所以其实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驻店的成立一个台湾的合唱的平台。那其实，在台湾的合唱出版呢，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行销的一个方式，通常都是团队委托作曲家，然后演唱完之后很好的作品，但是并没有被好好的发行或是被推广。那我是希望能够结合日本。就是全球的通路，就是能够发行，就是有台湾元素的所组成的这个歌曲，然后呢，透过日本，然后来行销全球，然后让全世界能够来听见台湾的好的音乐跟文化。就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看到台湾在过去对于乐谱的版权的这件事情，你觉得在台湾过去对乐谱对于版权的重视程度，大概跟别的国家比起来？对，其实在日本是非常的好，就是说其实作曲家做了一个作品，其实是他的心血。那透过就专业的出版发行之后呢，大家就是会在市面上可以买到这个乐谱。那买到乐谱之后呢，就会有版税或就是权利金的部分呢，就会回馈给作曲家，不只是作曲家，连作词人也能够受到相等的回馈。那在台湾呢，我们的习惯就是一首歌曲大家彼此分享，然后开始会引用。其实台湾的作曲家或其实词曲的创作人常常都收不到版权，那我们又很苦于说没有好的合唱的音乐。能够来被大家演唱，但是一方面又没有给予一个适当的尊重，所以我希望能够透过就是全方位音乐的成立，以及透过这一次10点这个出版计划，希望让大家看到说，我们今天就是对各方的专业都尊重，例如说作词人的诗人、作曲家，然后呢演唱的团体，然后呢由我们来当做一个最好的一个支持的平台，然后我们能够将这个乐谱好好的销售发行，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受到就所有的适当的尊重这样。所以就你这样讲，如果石田音乐会它接下来想要来出版的话，它是以乐谱的方式来出版吗？是的，我们这一次其实是吸收了一些日本的经验，就是这3首新创的合唱曲呢，就是9月17号会首演的发表，然后之后我们会就是我们日本总部的经理也会过来，然后大家就针对出版这个部分提出相当的意见，可能会有一些修整。那因为就是洪老师是很专业的，然后就是女生团团也是很专业的，就是合唱的团体，大家都可以提出彼此的看法，让这个整个在出版之前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完整的一个规划。那之后呢，我们会将音乐会都会录影，然后呢，之前也会有就是讲座，我们会邀请叶日松老师跟冯辉月老师与赵老师
各自对创作的部分做一些对谈。然后呢，在音乐会前呢，洪老师也会有就是针对这3首歌曲有一个工作坊的这个部分，教导大家不管是声音的使用或是诠释方面的一些技巧的提示，这些东西我们都会之后会放上到网络上成为免费的网络资源，然后透过乐谱的发行，让大家知道说，如果今天你要演唱这个歌曲，不管你要自己演唱要学习，或者是呢，就是学校老师要教学，你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个资源。当大家在这个在演唱学习的时候，能够更有效的能够来支持这个学习的历程。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乐谱的发行更顺畅。这样。鼓手啊，唐起了要在发通唔单锵锵音乐飞听听，他除了音乐会之外，他还会出版编奏歌谱，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真实的歌谱，大家都有可以看的，而且不止这样子，其实听说连声音都也会跟着一起发行，对不对？我们就是会放在网络的资源上头，而且我们会录分部，就是说可能就是今天有第一部教学吗？对，就是会有类似那样的卡拉的部分，因为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让大家能够使用免费的资源来学习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创举，也是第一次。我们希望它会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一个范例，或许将来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学习，来推展整个合唱的音乐。因为其实有时候可能太嘎平常说，合唱歌我也时节啦，有听到那种合唱或者是对唱的歌曲。我先讲比较平易近人，大众会常常听到的，比如说可能男女对唱的歌。那当男女的对唱要和声的时候，泰嘎迪枪躺 CD， 只听 CD 要练出那个和声，要找出那个和声的曲调是有困难的。如果没有分开来唱的话，所以其实到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网络资源跟大家分享。没错，对，而且我们也会请专业的人就是念发音，因为其实客语不是所有人的母语，对，所以这个我们都要照顾得到，对，所以就是之后就是期待在年底就会有这样子的相关的这些网络资源可以使用，而且乐谱也会就是发行出来，而且通行全球，而且这是客家。黑哈嘎发，但是我觉得很意外，你们可以就是懂我们的痛，你知道吗？懂我们就是常常要练歌要练歌，然后就觉得好像很难练的这个过程，我们就是对于一般大家想练歌的人来讲，这是有一点辛苦的，但是你们却可以理解，是因为曾经有什么样的经验吗？比如说在教学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哈嘎歌客家歌的部分，在合唱的客家歌？在过去教学经验，对于合唱的客家歌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其实，在教客家歌的时候，如果你会讲台语的人，其实会好一点点。是，但是如果你只是会讲中文的话，像譬如说有一些入声字啊，那个譬如说，哪个字有入声字？入声字，tail 的tail， 对，这个东西，还有像譬如说 tail。对，它会变成 tail， 它就不会到对 tail， 对，或者是说 loi， 它会变成是来，因为中文字就是我们歌词上看的是你来去的那个来，是，对，所以它会直接被中文影响，它就不会发出 loi 的这个字，这个音是很难发的。不过我想，因为其实客台在这几年来也常常在拍一些不管是地方的或者是大型的合唱的一些节目，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常常怎么听，似乎都是同样的几首歌曲。是，老师你们也有这种法苏哈呀，是啊，烟婆啊。对，所以其实，在客家歌的合唱的曲谱还有音乐的资源来讲，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能够，就是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它其实是一个没有在一个很健全的状态之下发展，所以我们要多鼓励，就是创作人愿意创作这件事情。对，所以就是这一次的增建计划，我觉得我们提出就几乎都是团队拿到，我们是公司。那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是说，我们将从前的出版发行这个部分是2元的团队跟创作者之间本身加入了一个就是专业的行销跟出版的这个专业的这个部分，变成3元的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能够让各司其职，在专业的部分有所发展。那我相信这个会是健全整个这个合唱出版的这个部分。对，不过我觉得林老师你也是很特别，你知道你现在在全方位出版这边，但是其实你同时也是拉縴人文化基金会的执行长。是。
对，为什么会有一个你知道感觉落差有一点大？出版跟拉縴人文化就是合唱团的这个执行长。我自己本身是合唱人啊，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合唱这件事情。其实合唱原本只是我的兴趣，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合唱会变成我人生现在的重要的工作。那我觉得当然是幸运能够有机会到全世界最大的代理公司去工作。其实看到日本人如何很专业的来做每一件事情，而且他们认为说，其实用艺术来做生意来赚钱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正当的。台湾很多的就是艺文团队其实很辛苦，大家都觉得说我今天一定要去哪里就是求赞助求补助，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这样的经验能够分享回去给团队，其实将来有可能其实在基金会当中或者在合唱人当中，他们其实能够也有就是这样的一个专业出版的概念，或许将来团队也可以自己来推动就是这个合唱的出版的相关的这些业务。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好的一个回馈啦。对。古所讲吼，也就思田計劃、思田音樂會，就愛啲9月17同大家來見面哦，大家愛多多支持。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同大家來分享思田音樂會。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嘅，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地度愛同大家來分享思田音樂會。韓國啊，佢哋唔單止係從音樂會聽聽咯，佢哋下後還會出版一條合唱嘅新創嘅客家歌曲嘅歌譜。韓國啊，會有其他嘅資源，咪會喺網絡上同大家來分享。真嘅係當 TPL 咯，故說剛才有講到後，我們的俊龍老師，您是拉縴人文化基金會的執行長。是对，那拉縴人其实它是合唱团，对不对？那可以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拉縴人它整个合唱团的起源吗？是，我们其实拉縴人最早的成立是成功高中的校友合唱团，对，我们都是成功高中毕业的校友，对，然后就是20年前就是我们就是把一些校友集结在一起，然后决心就是延续唱歌的这个热情，所以就成立了拉縴人男生合唱团。因为成功高中是男生的学校，对。那成立5年之后，我们到就是韩国的釜山去比赛，也拿过就是男生类组的世界冠军。对，然后从此就这么厉害，会读书还会唱歌，对，然后太不简单了。后来就成为就是文化部，就当时其实是文建会的辅职演艺团队，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喜欢唱合唱，所以后来也接受就是不是成功高中校友的团员加入，对。然后7年前，我们就成立了小男生的儿童合唱团，对，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打造东方的维也纳少年儿童合唱团，然后又成立了青年团，就是有高中的男生女生到大学生这样子，对，然后之后有风雅颂，风雅颂就是社区型的，可能是一些退休的人员或家庭主妇，他们比较没有多练唱的时间，但是他们又喜欢唱歌，所以也让他们加入，然后之后还有拉縴人歌手，这个就是比较半职业型的团体，人数比较少，大概8个人左右，然后比较方便移动。然后呢，以及接受一些就是时间上，例如就是周间的这些展演的这个部分。然后后来就是在上海也成立了一个分部，对，就是希望能够好厉害哦，用合唱，因为台湾的合唱还是在华人圈是就是属于领导的地位。那他们那边其实有一些时代的悲剧，造成他们没有办法学习合唱，有一个断层，所以就是也希望能够吸收台湾的经验。那最新成立的就是拉縴人的女生合唱团，对。所以拉縴人其实可能阿 Q 我应该书读啦，书念的不够多。其实拉縴这2个字，我一开始看到我蛮好奇的，为什么会用这2个，就是拉縴人这3个字来当团名？縴就是指縴神，縴神就是拉船的神，就是以前呢，就是在可能我们在历史有读过啊，长江黄河会泥沙淤积，所以在某一些就是水比较浅的地方，需要纤夫，就是要拉船前进。那我们在高中时候的合唱团创团老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要像纤夫一样齐心协力，合唱团就是要大家就是异口同声，这样子才能够把船往前拉，所以就是要秉持这个精神参加合唱团。对，所以后来在决定团名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其实虽然是大家不了解或者比较不容易常听到的词，但是我觉得是代表我们的特殊的背景，所以我们就决定用拉縴人来当做我们的团名。而
而且你们现在真的是一步一步就做到了这个目标哎。是啊，所以2年前就有我们的粉丝，就是算长辈们啦，就是看到我们有一些就是年轻人喜欢就合唱的音乐，有把我们的青春奉献在这里，就帮我们成立了就是基金会，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文化艺术的基金会这样。对，所以刚刚也有提到最新的拉縴人女生合唱团，是洪老师也在其中。对对，那2位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呢？怎么那么刚好可以把2位优秀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应该就是说7年前要成立就是拉縴少年儿童合唱团的时候，那因为我本身对就是应该算是儿童合唱起家。哇，对，原来如此。然后所以他们就找了我，就说哎，要不要来加入这个拉縴人的家族？这样看到这么多男生，当然要。开玩笑，对，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就进入拉縴人的大家庭。对，那因为洪老师也跟我们之前的艺术总监是同门，对。然后大家其实都认识了，就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当然就是我们也希望说，哎，我们有我们的合唱的资源，其实也可以跟就就近的这些合唱指挥们一起来分享。没错，而且其实赵老师才刚完成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任务，来，我们请俊荣老师跟大家讲一下。哦，洪老师，对对洪老师，就是我前一阵子那个世大运，是的，开幕跟闭幕的会歌就是我们就是洪老师所指挥的，那时候是拉縴人青年团。真的是很震撼，很特别的经验啦，就是能够带着，就是因为我们的英文名字是那个台北 Youth Choir，那就配上台北市大运，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很完美的结合。对，而且能够在这样子全国性、全世界的。大场合来演出，一定要非常有实力才有办法的。谢谢，实在是太厉害了。谢谢。对，所以除了2位优秀的人才，我刚刚不小心提到他的名字赵老师，另外一位是作曲老师。对，怎么也会找到赵老师来一起合作呢？其实从去年就是全方位音乐在国家音乐厅设立驻店之后，其实也透过音乐厅的一个引荐，就赵老师就跟我们就是认识。那其实赵老师他平常做的比较多的其实是器乐曲，那他的曲子其实是在国际上都有知名度的，有一些欧洲的团体也特别录音，或者在一些特别的音乐的一些节庆当中都是被演出。那赵老师40多岁，我其实称他就是台湾的天才型作曲家。就其实他创作都有非常多很让人惊艳的一些点，其实很特别，就是他很重视在地化，但是又要有国际性的这个部分。对，那这次创作客家歌曲要怎么把客家歌曲的在地化跟国际性结合？这个我还蛮好奇的。其实赵老师因为他是很爱他自己的女儿，然后他发现台湾的音乐教育其实是有一部分其实是忽略掉就是儿童音乐能力的培养，所以他其实当初就跟我谈了一个想法，是说他希望能够创作一些专门训练儿童的一些音感或是音程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合唱的练习曲，对，然后呢，他也希望能够取材就是台湾的东西，台湾的在地文化的元素，那而不要一直都是使用国外的这些教材。那其实就在正当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增建计划出现了。那我就跟赵老师说，我们要不要先试试看？所以其实就在这一次的出版计划，除了3首原创的歌曲之外呢，在每一首歌曲之前，我们都会加上就是相对应的一些合唱的练习，这个也是国内首创。就说今天大家买谱回去，老师就可以依照赵老师所给予这些练习的指示，谱上面是有写之前的对训练，就是这个出版出来的曲本里头，就是能够训练，就是按部就班的训练儿童的能力，然后呢之后就是透过这一个歌曲来呈现就是训练的一个成果。哇！所以其实这一次的出版，它是一个以儿童为设计目标，让他们可以从比较基本的，然后再慢慢的学习到完整的这一首歌曲。而且其实我很兴奋的告诉很多台湾的一些合唱的老师，就是我们跟赵老师要合作，而且要创作就是儿童的合唱。然后每一个人说的第一件事情说，会不会写太难啊？对，因为他学不起来。对，因为就赵老师给大家的想法就是他有一些就是艺术性存在，但是我觉得赵老师是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其实他在写音乐当中真的是琢磨非常的久，常常3更半夜会
打电话给我说，这个曲调你觉得怎么样？或者他有时候会 send 他告诉我他的把他的谱例截图给我，就让我分享，就是我自己歌者的角度来看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他就是在艺术性以及艺唱性上头取得的一个平衡。对，我觉得其实是赵老师非常用心在这个上头的，很专业才有办法做到这个平衡。对，不过我们单枪按呢哦，亚在演出哦，总共有4部曲，到底是哪4部曲呢？我们请洪老师跟大家简介一下。哦，你说音乐会的节目吗？音乐会的节目。哦，我们有放了就是原住民的曲子，原住民的不同语言。对，然后就是台语、闽南语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哈嘎发，对，然后再来很特别的是东南亚语。所以应该说是为了我们的新住民而打造的吗？对，其实会这样子去设计，是因为就是台湾我们有做了一个就是全国的师生乡土歌谣比赛，是，然后所以它原本就是有原住民，然后那个福佬语跟客家语系这3个，对，那在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新住民越来越多，对，然后所以也增列了就是这个新住民的组别。就是东南亚语系的组别，对，然后所以我们这次就想说，好，为了就是土地台湾，所以我们就是做了这4个方向的曲目这样子。哇，古时候啊，大家去到亚音乐会啊，做在看到无腔用语言加去讲4种语言的音乐会，合唱的音乐会，爱同大家来分享。不过啊，其實節目還有動精彩嘅素材，愛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來同大家講哦。大家又轉到富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地度愛同大家來分享，愛啲9月17，愛啲喺台北市客家基金會客家文化園區入邊來做演出咧，而就發通按到4天音樂會。剛才有講到後4天音樂會其實是有4部曲哦，有4種語言會唱本大家聽。唔單止按呢，一開始俊龍老師你也有提到，在當天就會有前面的這個有點像座談會跟工作坊的這個內容，可以再詳細一點跟大家介紹嗎？是，就是我們剛剛有說到一個，希望這個出版計劃能夠搭配就是免費的網絡資源，對，所以我們需要有一些媒材。那我們就在設想說，一般就是團體他們演唱歌曲的時候，其實對於背景，很多時候他們可能必須自己去想象，因為他們並沒有機會跟作曲家或作詞人能夠就是來做當面的對談。那我想這個其實是蠻重要在詮釋的這個部分，所以我們特別在音樂會前，就是9月17號的下午2點鐘的時候有一個座談會，那個就是音樂跟文學的對談，我們就邀請就是文學家葉日松葉老師以及馮輝岳馮老師以及作曲家就趙經綸趙老師能夠一起各自對於就是在詞跟曲的創作的上頭有沒有各自的一些想法？哪一些呢？可能是在創作當中會有一些共通的部分，哪些部分呢？或許可能譜出來的曲。或許葉老師也有他的想法跟意見，或許他覺得，我喜歡，我不喜歡，是不是？就這一方面的對談，我相信其實是一個會有很有趣的一對談的火花出現。而且這個對唱歌來講，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為其實要唱歌，老師都會說你一定要先把歌詞讀懂，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意境。但是如果對象是小朋友的話，他可能對於就是念這個書，然後要投入意境裡面，可能會有困難。但是相反的，你讓他聽到作曲老師或作詞老師他們的想法，這樣子是很容易讓小朋友可以進入到這個意境裡面的，或者是唱歌的人。對於老師自己本身，他教導者他自己如果能夠更了解的話，他能夠就教給學生能夠更多的東西。對，沒錯，所以是2點，對，是這個一個對談。對，那接下來的3點半呢，就是有一個工作坊的部分，那就是針對這3首就是新創的客家兒童合唱的這個部分，那就是由洪金黃老師會以他的專業的部分分享給大家。對，所以大概工作坊的內容會有什麼樣的學習？工作坊的內容呢，其實就是像譬如說，大家都會覺得說，其實唱歌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沒有，其實對，因為像譬如說學鋼琴的話，你只要按下去就音就跑出來了，然後小提琴你把握一按，那個弦就是音就跑出來。但是其實這個樂器是人家會看不到
就是你不知道你该要用哪一个位置唱歌，你该用多少力气去唱这个歌，对，然后再搭配上就是歌词的咬字，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教？就是说教孩子们，或者是说教合唱团，未来在唱这些歌曲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进行一些教学策略？对，这个都是工作坊的主要的内容。我想啊，尤其是在客语歌，它有一些比较难发的咬字，对于老师，对于您来讲，因为您本身不熟悉客家话嘛，那当你在唱这个客家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有哪个字念起来可能还好，但是变成唱反而却很难？应该是说有一些结合韵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很幸福的是，我有很多的那个客家朋友，客家好朋友。好，他像譬如说，打 del c， 打 del c， 对不对？然后那个 del， 但是如果就是那个作曲家之前把它放了一个长音，所以你那个 del， 你什么时候要到那个 u， 有些人会就打 del 之类的，对，就是会要特别注意的部分。所以其实这样像这些冲狗诶小技巧，C 优良哈，老师都会在前面的工作坊是跟大家来做分享、做交流。所以其实当天是很值得的耶。前面2场要怎么样参加？因为其实我们是会先优先给有购买音乐会票券的朋友，那你只要有购买音乐会的票券，就可以免费参加前面的活动。对，而且我们这一次因为就是在基于推广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其实票价是非常的便宜，而且甚至可以到半价。对。所以呢，大家听说会把握机会，一定要去参加，对不对？因为其实它是一系列的规划，对，而且它是完整的，大家都很用心，而且都超过了就是好几个月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准备，而且是专家级的，是大师级的，就是一定要来听前面的那个讲座，因为其实你去了解说，就是音乐家，然后跟作词者激荡出来的一些火花。那为什么赵老师他要这样子去作曲？其实他用了很多的，譬如说印象乐派的作曲的手法，然后也藏了很多的5声音阶在里面，然后甚至有一些故事，就是他作曲的一些故事，甚至其中有一首《十天》，然后他是用了客家摇篮歌美浓的客家摇篮歌的曲调藏在里面。可能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听到美浓摇篮歌没有感觉，我们现在就请洪老师稍微哼一下，哼一小段就好，让大家想起来是哪一个旋律。那我哼曲调就好了。好。对，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哦一首哎呦那一首，太港糖豆这个旋律就会想到，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结合哎，而且是很经典、很古典版我们南部的客家人、南部哈嘎尼呢很经典的歌曲就融入到这一次的演出当中。因为另外2首歌就是凡俗跟那个手凑的话，它是完全是按照客家的那个语韵去谱曲的，就是我们说的一字形腔这样子去把它谱曲。对，那但是十田的话就是完全不是，就它是另外一个，就是赵老师给自己的挑战，他就是结了很多的作曲的手法，然后创造出一个就是非常有意境。其实我在听的时候，我说赵老师，你这个是在描写梯田的景象吗？什么字？就是它的前奏，还有中间的一个人声的呜呜呜的一个片段的时候，所以感受得到，它是好像就是在讲梯田吗？是。就是我们的，就是这个图像的这个意象就对了。对对，其实我们有一个副标就是用歌声跟一亩十田。对，其实我们就是诗田就跟十田其实是有个谐音的。对，就是说其实这一次的文学，其实我觉得客语文学真的是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启发，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歌声来诠释它，然后就是，所以我们的设计师也很就是很小的老师们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设计了这个很可爱的一个意象出来。不过啊，其实，在客家的诗词近年来也越来越多。我很好奇，为什么会选叶老师跟冯老师这2个人的这3首诗？其实我想，就是我们都对这个土地都有一些情感，尤其我在国外就是工作过，然后再回来这个土地工作，然后再就是赵老师他希望能够为这一片土地的孩子们，就是能够来有一些贡献，所以我们在挑选诗词的时候，其实都是往土地这个方向去设想。对，那正好就是
这3首诗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从播种啊、耕田啊、除草，到最后长出番薯，然后番薯又是台湾的一个象征，然后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一个土地诗篇的一个概念。那将来我们在推展乐谱的时候，尤其在国外，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想法跟意境告诉国外的朋友。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能够是在外国人来诠释台湾的歌曲，能够更有想法。对，讲到这个外国人诠释台湾的歌曲啊，听说你们在10月也有一个请外国的专业团队来冲哈嘎狗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实在是太新奇了，真的可以吗？没有，其实就是很多拉切音乐在国外很常有演出啊的这些机会。那其实我们常常都会希望能够让大家听见台湾不同的一些合唱的语言啊，跟就是歌声这样。所以我们其实很常会唱原住民的，或者是闽南语的，或者就是客语的部分。但很有趣，在全世界各地，大家对我们台湾歌曲很有印象，就是客家的歌曲。真的假的？对对，就是他们尤其甚至有我们参加过欧洲的青年的歌唱节，我们在离开的时候，大家就跟我们说拜拜的时候，就哼着那个捏拱拱，就对，然后就在送我们，然后大家不会唱，但是就是旋律都记得，对，然后这个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所以我觉得这次也很有意思的是说，就是10月8号的那一场活动，其实是为了就是1民30的活动来做的一个周边活动。那我们就是邀请了欧洲的青年，还有菲律宾的青年，以及台湾还有原民的这些朋友一起，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客家歌。那我们特别请罗思荣罗老师写了就是一个词，然后由旅美的史清如史老师来谱曲，然后呢就是算是我们的一个主题歌。到这会就是大家一起来唱客家歌。哇，所以啊，唔但唱呀9年社区有发同撒哈来嘅深夜，没有这个1民祭30周年的这个特别活动，会邀请到外国的朋友来唱台湾的客家歌，同大家唱下同乐唱下来唱歌。唔過千米還係愛來同大家細細嘅再來推薦一下這個9月17號的活動啦。私鐵銀貓飛再來跟大家快速的講一下這個活動時間。我們時間是就是9月17號星期日的下午，然後在台北市的客家音樂戲劇中心。是下晝哦5點半的時間就會來開始嘞。鼓手啊，今天謝謝林老師，謝謝洪老師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謝謝你們帶來這麼棒的音樂，這麼棒的音樂會，我同鄉親朋友來分享哦。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聽聽運動先生來好好做運動了。